再来看，扫过台湾、日本甲韩国风台卡路强度已经减弱，真做是热带风暴，也毋过一路上北，马地罗西亚乌苏里克市造成淹水哦，有4000间的厝拢淹伫水里，2000个民众撤离，会当讲是当地10冬来上严重的水灾。 救援人员进入灾区，像呢阵一直来去。这位老太太脱困的时，才放松落来。罗西亚关东地区第二大城乌苏里斯克市拄到10年一百的大水患，受灾面积大约35至40%，真侪百姓真惊吓。Что-то плохой климат стал. Было как-то полегче, было. Туалет тут закрепили веревками,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уже плывет. С сарая все выплыло, дрова вот мои плавают. 卡努以风台的姿态侵袭台湾日韩了后，一路就北，风认为是当时的怪胎。去到罗西亚远东地区已经降级做热带风暴带来大雨，搁变做大水。罗西亚官方通讯媒体塔斯社指出，有4368栋厝浸水，5654地附近的地甲启动工具雨水淹，也有28个主体社区另外交通中断。当局已经派遣一支工作小组监督远东部分地区的防灾善后工作。罗西亚紧急事务部表示。 也因为提早派遣部队，才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。另外，淹水地区超过2000个居民，其中有405个囡仔拢逢退离。在伊卡努侵袭的时，有7个行政区发生大水，1个妇女甲2个囡仔不幸罹难。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。